歡迎大家嚟到第3日冥想練習。今日嘅主題係每日只做一件事。有冇聽過一心多用呢個詞語呢？一心多用即係話可以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可以做好多件唔同嘅事情。一心多用經常被視為一種天賦，彷彿咁樣顯得我哋非常咁樣高尚同埋有能力。事實上，一心多用唔單止會降低我哋辦事嘅效率，仲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身心健康。我哋經常搏晒命咁樣喺短時間之內盡量做好多件事情，但係咁樣會好容易會犯錯，因為大腦不斷喺幾個任務之間轉換，加重咗我哋大腦嘅負擔，極大可能咁樣降低大腦嘅工作效率。另外，一心多用仲會影響我哋嘅身心健康。當我哋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做幾件事嗰陣時候，大腦會一直處於一個好緊張、好攰同埋高壓力嘅狀態。長期咁樣落去，注意力會變得越嚟越差，我哋甚至會越嚟越難集中注意力。所以，盡可能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只做一件事，按照我哋嘅節奏一步一步嚟，咁樣會令到我哋更專注、高效率，同時亦都會令到我哋嘅大腦會更加平衡。而家先揾一個舒適嘅地方坐落嚟，背部挺直，令到自己嘅身體好放鬆，唔需要太過僵硬，膊頭好放鬆。如果你準備好啦，就可以慢慢咁樣合埋雙眼。而家先嚟做幾次深呼吸，深吸一口氣，感受一下你嘅心口同埋肺部嘅位置充滿住空氣，然後用口慢慢咁樣將空氣呼出。身體係咪變得越嚟越柔軟呢？再嚟多一次，用鼻深吸一口氣，然後用口呼氣。好啦，而家可以返返嚟正常嘅呼吸節奏入邊，自然咁樣呼吸就好啦。而家只關注當下，省察一下每一次嘅呼吸，注意成個呼吸嘅過程，從開始用鼻去呼入嘅空氣，到中間至少2秒嘅停頓，感受到鼻穴嘅兩側同埋額頭之間嘅拉扯力，然後再用口徹底咁樣將氣呼出，感覺到自己身體好放鬆。你可以將鐘聲作為冥想嘅提醒，提醒你可以將專注力放喺呼吸上面。
喺我哋不知不覺走神嘅時候，鐘聲就可以幫我哋意識到我哋已經分咗心。感恩呢一刻嘅覺察，並且將佢當作一個邀請，邀請我哋將注意力重新帶返去呼吸上面，排除我哋所有嘅雜念，只需要關注此時此刻嘅呼吸就可以啦。吸氣嘅時候，隨住呼吸進入身體，深深咁樣去體會成個過程，帶嚟每一個細微嘅感受。請睇一下吸氣結束嘅時候嗰種輕微嘅停頓，然後感受一下空氣慢慢咁樣呼出嚟。如果你嘅思緒飄咗第二度，可以慢慢咁樣將注意力拉返嚟。你可能會意識到腦海入邊不斷有雜念出現，唔緊要，呢個係好正常嘅，只需要慢慢咁樣將注意力帶返嚟就可以啦。每一次呼吸嘅時候，細心咁樣體會每一個過程帶嚟嘅每一個細微嘅變化，感受一下呼吸點樣不斷咁樣變化呢？係深定係淺？係慢定係速？就咁樣體會一下每一刻嘅感受，就好似我哋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面一樣。如果可以嘅話，可以俾自己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只專注做一件事。當然，呢個係需要正念訓練嘅幫助，俾我哋專注於當下，防止其他嘢嘅干擾。你可以透過以下比較容易實行嘅方法進行正念，例如可以練習一下瑜伽、行下山、煮一味美味嘅佳肴，或者演奏一種樂器，關掉所有嘅電子裝置，例如手機，集中注意力喺當下正在做嘅嘢上面。每日練習3次。工作嘅時候，清理任何嘅干擾，專注於當下最重要嘅一件事。當面前擺住一堆問題嘅時候，首先問一問自己，邊一件事係真正重要嘅呢？先將最重要嘅先處理。通過堅持呢一種單一任務嘅練習，相信專注力會不斷咁樣提升。
而家可以慢慢咁樣將你嘅注意力帶回到當下。如果準備好啦，你可以慢慢咁樣擘大雙眼。恭喜你完成今日第3日嘅冥想練習。聽日第4日將會掃描到身體各個部分，期待聽日嘅出席。聽日見。